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媒体人批文前提起确认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敢有存在诉讼，经过3年审理，台北地方法院判伊败诉。9月20日有注 BA 点的新配方疫苗的民众，时间已经满3个月了，会当搁再去注 BA 点4、BA 点5的上架疫苗。为了维护过路人权益，立法院修正草案初审通过，车辆乱停拢会当透过民众检举来开罚单，这项新法上紧在明年顶半年就会当实施。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媒体人批文前提起确认总统蔡英文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博士论文学位咧有存在一个诉讼，专案经过3年审判，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是经一审宣判批文前败诉，专案要当上诉。判决的结论是，原告之诉驳回，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本件被告虽然未能提出1983年、1984年间合格通过伦敦大学 LS1 审核的系争论文，以消除争议，但是被告却有获颁伦敦大学 LS1 博士学位。纵然这些图书馆现在没有收藏系争的论文，这个是图书馆保存的问题，没有办法用此推论说被告有没有提交系争论文，或者是这个是可归责于被告。批文前知影这项判决了后，透过面册表示，讲法官敢若开3年，就甲判检39年的蔡英文论文找到啊，也口说讲这个判决是世界第5大宝藏。台南议长选举风波不断，甚至有传出讲有议员去互恐吓，为着要争取议长这个位，民进党的议会党团呢，今仔日中道是甲级动员，强调走票的人会受到严厉处分。不过，台南最近的争议，唔有议长选举，也有乌金的问题。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鹏也点名，将中执委过在钦顶人，表示讲这是政人吞论的结果，也会赶紧的检讨。乌色厢仔车停伫路边，无久就看到台南市议员彭一峰上车。伫暗头彭一峰互人骗上车，并且互恐吓。议长选举只有2个选择：卖参加，无就投家己。某市议员于当日下午遭不详男子恐吓，地检署立即分案，由检肃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及检察官成立专案小组。检警已经介入调查，外团当时伫车顶的民进党籍台南区议会理事长林书杰是咧面册宣布退党，静态司法调查。台南议长选举风波不断，为了提下议长的补助，民进党议会党团23中道加级动员讨论选举的流程，就惊有人走票。非一致性投票的话，那主委他有说，他就立即召开中评会，以最严厉的党纪来处分。大家换口号展现团结气势，不过8支乌金介入议长选举的正国会派议员，但邱平这6位议员拢无参加会后记者会，对着媒体询问党团是毋是有共识，但邱平无回应就离开。另外，台南市二里别墅检察局长陈凯玲涉嫌贪污，进前要88千抢劫案，落实案件到议长选举的纷争。由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鹏伫面册表示，议会不应该假做假债金，也是假信用所有的。台南的问题，它有它长期结构性的这些因素。那现在是我们一起来面对现在这个市政的各种惩恶。我们当然是要把市政做好，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可以想到，卢渣案并不在我任内，这个枪击案，治安机关已经严肃侦办。一地方执行是乌金，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钦早起宣布退党，并且呼吁相关被点名的无党籍议长候选人郭信良提出议长的选举，却是被放在一边。由台南甲高雄是民进党上可能提下议长补助的管区，党中央立会派出中评会主委赖瑞良加中评委关佩玲到场监票，确保党内同志最高一致性的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伫这几年推动性安全案，规划要甲这三军旧营区进行改造。总统蔡英文早起主持陆军北军团四山炮击部中心楼的启用典礼。蔡总统表示，改善旧营区对战力提升是有正面帮助。面对着中国解放军的威胁，蔡总统后礼拜要召开国安会议，做兵演弹基地可能就有结果。民进党立委刘世峰等人今仔日是搁再呼吁，这做兵爱恢复到1年，也着爱调整训练内容和台股。不过，那也是呼吁讲，这国安会议袂当干那讨论做兵的基地，包括欠电不给等等的民生问题，也爱做一个回应。圣诞节进
进前，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带官兵入新厝，23主持陆军北军团43炮击部中城楼的启用典礼。营区即马毋是大通铺，拢总改套房，互官兵较舒适。国军最近是推动刑安专案，改建3军62个旧营区。蔡总统致辞的时阵讲，这对提升国军的战力有帮助。好的生活环境加上扎实的训练，可以让我们国军弟兄姐妹们展现更强的战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不过，台海的情势真紧张，蔡总统后礼拜会开国安会议，兵役延长1年的代志有可能确定。立委刘世芳提出最近几大份民调，表示讲兵役延长是得到60%到80%的支持度，但是训练内容含台有当的调整，像咱义务役二兵1个月薪水6500，敢若难含的一半。除了入伍在营服役之外，退伍之后的教育的召集，也是我们服兵役当中的一环。以后假设18岁到32岁自愿役的目标人口大概只有221万人，是现在的一半。所以这样子是比较难去支撑一个全自愿役的部队。苏锦云讲，透过兵役改革，帮助役人完成心理的调整、体能的强化，对战斗武器嘛较熟。民团嘛听一期是恢复1年，针对强军攻台主战部队，东部南部战区大约780万的兵力，国军会当用的战力是24万。目前的训练恐惊是无符合。负责第一线海岸守备的则是这个新训任务的后备部队。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兵力上面的一个可能必须要在更精进的部分。那也立委认为，国安会议袂当单单讨论一期，包括伫安排的网军制、欠电、起武价、兵副差等等，蔡总统拢爱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第2支有宣布要用专案的方式来重新启动修三通，不过这专案敢若限定金门马祖地区的民众以及着中国配偶，所以无来包含着中国台商。这个政策虽引起台商不满，讲要发起兴挂修三通大游行，按算20的举办。中国各台办是搁再发出声明，希望民进党当局就要取消单方面的限制。甚至有民众质疑讲，这政府修三通的过年专案只有做半套尔。不过陆委会是希望民众就要发挥道德良心。那准这修三通全部开放，是会增加金门马祖地区染疫风险。受疫情冲击，小三通停驶活3年，政院确定伫明年1月7日分阶段重启，和金门马祖乡亲甲陆配用专案申请。政治委陈清波昨年中批评小三通趁这专案做半套，互人无法度接受，应该恢复到疫情进前全面开放小三通边境。以人别来区分交通的航线，这是落后的。我认为这个政策是违背民意。不符合实际的需求，也没有办法解决苏贞昌院长所说让国人团聚。难道国人真的只有我们金门马祖的人民吗？民间发起的海外小三通大游行，要第2次举行，有计先到立法院军贤楼门口进行抗议，随后搁到政院递交陈情书。前总统马英九也发声，认为小三通应该赶紧全面复航。我觉得应该更干脆一点了，尽快复航嘛，全面复航。对，因为对于很多台胞来讲啊，台商来讲，真的是很不方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表示，希望民进党当局以东北福祉为念，彻底取消自身单方面设定的障碍，透过现有联系通路恢复小三通正常通航。对无开放台商中转，台商强调两岸直航机票起到平常的3至4倍，无法度负担。如果7家代券，一家4口人，回趟家台币就要几10万。所以情何以堪？不是每一个人都负担起，所以只要盼望着说，这次重启小三通能扩及岛内的同胞。政府推出本专案，系经过综合评估各项因素，针对部分人士不明事实的本质、不负责任的曲解及恶意批评政府的政策、挑拨民意。陆委会表示十分痛心及遗憾。陆委会表示，请发挥道德良心，唔通增加金马疫病风险，更加卖提悬台湾疫病威胁。政府会继续打拼，迅速渐进恢复小三通客运甲其他海空运直航等，请咱国民众体谅。目前上重要就是将小三通趁这专案落实，作为后续扩大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疫情，伫咧9月24开放注第4档 BA 点一新配方疫苗，若总有准时去注的民众呢，这明仔载就满3个月咯。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依照 ACIP 委员会建议，只要让3个月就当来注这第5档莫德纳 BA 点4、BA 点5双价疫苗，也就是讲民众会当来评估家己身体状况，上紧明仔载就会当开始去注咯。主要就是在10月7号的时候，那我们的 ACIP 委员会有做成一个决议，就是说在这个BA 点1次世代疫苗的将近180万的人接种完成了 BA 点1的次世代疫苗，那都可以在他们接种后满3个月再考虑可以再接种下一季的追加剂 BA 点1次世代疫苗。有民众伫咧烦恼讲，这疫情敢会搁再举起来，甚至伫咧丢度讲，敢有主要注第5档的必要。曾仁祥表示，若准注过 BA 点4、BA 点5双价疫苗的民众，就唔免搁再注，除非以后有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株 ，ACIP 委员会会搁再评估。事实上，最近国内疫情搁再渐渐加悬，今仔日的本土病例就增加18965例。曾仁祥表示，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2天拢超过2成出来。这礼拜和顶礼拜比，也差不多增加1成左右。有台湾人登记伫咧国外办理停止入境保费，不过伫过年期间入境只有短几天尔，政府却要求进前无入境保费拢爱纳。有人质疑讲这相关条文有违宪的记录，声称失宪。宪法法庭今仔日判决违宪，对即马开始上万2年来就会来失效。卫福部表示讲已经要开始修法了。大病小病病院看医生拢有健保通用，但是若是长期拢住伫国外，干那一段时间倒来台湾，敢爱纳健保费？有的民众本来拢住伫国外，干那过年的时阵会倒来台湾看亲人，虽然无看医生，后壁共款红讨健保费，伊提起行政诉讼，伫败诉了后，阁申请税宪。宪法法庭是认定相关条文违反法律的保留原则，而且判决违宪。它为什么需要法律来定的原因主要2个，第一个它涉及到人民的这个健康自主风险管理的权利，也涉及到财产权啊。另外，它这个涉及到这个全民健保制度的财务公平，以及健保制度的这个健全，这都是属于重要的事项。按照全民健保法的施行细则第37条和39条的规定，简单讲，出国超过6个月，伫转来迄天都要恢复保险。虽然后壁佫出国嘛要纳3个月保险费，才会当佫停保。宪法法庭认为讲这无侵害宪法保障的财产权、平等权这权利，但是健保的停保互保，牵涉到重大的公共利益。相关的施行细则是欠法律明确的授权，应该用法律还是法律明确授权的命令做依据，判决相关条文2年后失效。我们会积极的去做检讨，看有没有办法让它更完备。你如果这个消失的话，很显然你当时要定的那个利益也会不见嘛。如果认为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就依照母法大家有共识。对相关条文违宪，卫福部强调已经开始修法，打算把停保互保的规定直接收入去全民健保法。针对判决的结果，健保署是表示讲会依法来行政。对即马开始的2天内，56万个伫海外的台湾人，同款爱依照即马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透早，这天气是真清冷，是因为受到寒流，也有辐射冷气影响，平地上界低温度地标率只有3.9度，出现入冬以来上界低温度。气象局针对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而且预报这拜6到礼拜早起会偏今仔日搁较寒哦，一直到后礼拜1，这温度才会转来小可。不过受到这东北季风影响，后礼拜3、拜4咧，这北部、东部会落雨，到元旦北台湾拢是10个冷的天气。讲到今仔早起6点外的时阵，布林农场出现零下3.2度的低温，本地是为着要防止水管逼破去，故意漏一寡水条，煞意外造成冰条的这个现象。气象局表示讲，自4、至5这2天会平均来搁较冷，也来讲到后礼拜1、拜2温度会较转来。不过后礼拜3、拜4咧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和东部地区会落雨。到后礼拜5呢，到元旦北台湾的天气会变甲10个热。
讲到台湾这几天各地头温度拢是真低，真侪民众拢会开烧气，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使用这寡电器产品一定要注意安全。伫台南永康就一栋14层楼的这个大楼呢，早起7点外的时阵，伫9楼有一户开烧气，却发生意外，这电线烧拍电导火烧，造成一个人死亡，2个人遭着伤。乌烟甲火势一直对大楼阳台走出来。台南永康福国路顶馆一栋14楼的大楼，2月3透早7点外传出火警，因为起火点伫9楼，消防人员接到通报，嘛加派分推车到现场。接到报案的资讯就在9楼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有加派311车到，就云梯车到现场就立刻升梯进行入室抢救啊。那再那个第3面也有冒出浓烟火势所以我们又加派一部云梯车从另外一面布线升梯布线抢救。火势大约20几分钟就灭掉，起火厝内迄当时是一对祖孙伫厝，孙仔顺利走出来，但90几岁行动不便的阿公受困，找到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伊的太太买菜买煞回来，得到消息，艰苦甲坐伫椅仔一直哭。起火原因怀疑是开烧风，结果烧拍电。毋是开的啦，甲会知影，应该是可能是嗰咧用未关起来。台电那边表示那个开关有稍微跳脱疑似为电器的原因那详细的原因还需要火灾调查。因为乌烟在对卫生警公道向顶管走，14楼2位徛号嘛遭着伤送病院。这件火警总共造成1死2伤，详细起火原因，搁要等待火调人员来厘清。记者台南报道。为着要维护过路人行路的权益，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昨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修正草案，初审通过新增加民众检举违规项目。未来这车若是伫咧桥顶磅空圆圈障碍物对面人行道斑马线、快车道迄个所在临时停车，或者是违规停车者，拢会当透过民众检举来开罚单。这项新法上紧伫明年顶半年就来实行。机车后背停伫人行道另外一边路口的斑马线是互汽车占着，行人行路的空间受到压缩。民众看到敢会当自行检举，即马佫出现转变。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日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修正草案，通过增加民众检举违规项目。未来伫人行道行人穿越道临停也是违停，民众检举拢会当开罚。消息指出，行人甲驾驶人看法无同。我是认为说，如果是你刚刚所讲的行人的部分是可以的，保护行人的话是可以，部分可以，我是 OK， 我是赞成。陆地面积本来就那么小，那车辆无限制的开放那么多，然后你在今天政府没有考虑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后只是一昧的去开罚，我觉得这个对用路人是相当不公平的事情。去年底立法院才修法，为了避免检举的人高频率检举违反比例原则，也造成警察单位真歹消化。为限缩民众会当检举交通违规项目，用正面表列46项，今年4月30日起实施。也毋过即马无到8个月，佫赶紧增加检举项目，也包括桥梁磅空圆圈障碍物对面加快车道。经过检举，临停会当罚300至600，违停600至1000字。交通部讲是为了维护行人通行的权益。人行道跟行人穿行道基本上是供人行通行的环境，那如果被占用、被违规临时停车或者是违规停车占用的部分的话，那行人就没法通行，那行人可能就是必须走到车道上面的人，那反而是更危险的。国际媒体 CNN 顶日报报道，台湾交通像行人地角，恐惊冲击台湾观光。修法敢是为要回应外界批评，也唔知影。确定的是，草案初审通过了后，也会经过调协协商加2、3读听书，上紧明年上半年就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嗰则新闻，讲到美国墨西哥的边境，伫最近佫再出现真侪中南美洲的移民，因想要等到川普时代实行的驱离移民法到期，就有机会入去美国申请庇护。虽然最高法院裁定暂时保留第42条，不过因犹原是守伫咧边境，希望圣诞节会有当一个好季节。
美国德州南部边境的吉兰德河樱花，国民兵由铁丝网被吉布斯装甲车严防对岸的拉比移民撩水逃脱。阿尔帕索最近达港涌入9000人的规模，收容所在经济未少，主权团体资源也无够，真侪移民伫低温之下要去失等。那沿着关球边啊，犹原有大量移民排队等申请庇护，移民大量集结，原本寄望川普时代因为疫情所实施，拒绝申请庇护移民的公卫法第42条利益告期退场。到时阵有更较大的机会追求美国盟，也毋过高等法院应拜登政府要求暂时保留这项法案到27，命运犹原毋知影。共和党要求拜登政府采取更较侪措施，应用特别爆发的移民潮。巴西国这边守候真久的移民感觉尚无遗憾，也毋过犹原无放弃。Estamos a la expectativa porque dan una noticia. Y después a la media hora sueltan otra noticia, entonces así estamos. Uno que tiene su familia y quería surgir, quiere sacar a sus hijos adelante, no puede pasar, no puede ingresar. Y otra cosa, estamos en Navidad, muchos están compartiendo con su familia, uno se tuvo que venir fuera de su familia. Y sus hijos pasando necesidad, pues hay un 24 de diciembre que tú no sabes. 那伫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州长杜斯8月伫边境用火归期临时关墙的行政命令，是遭到拜登政府提告控诉侵犯、破坏联邦土地，离双方达成协议。州政府会伫1月7日进前全部拆除。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为着要凸显碰撞真严重，还佫物价变悬，互劳工的生活压力变真大。法国总工会第2日伫咧这个巴黎上届高级的百货公司沙马利丹进行一场200人的罢工活动。法国的国家铁路员工也按算对23开始，伫咧耶诞节还佫新年分做2阶段罢工，到时阵大概影响到20万名旅客行程。奢侈品制造商 LVMH 集团旗下的沙马利丹百货公司，20点开门营业的时间一日到，就200名穿着法国总工会 CDP 红家的示威者入来进行罢工。百货公司管理人员随即以安全为理由，疏散所有伫卖场内底的人客，加大门关起来停止营业。法国10月11日通货膨胀率是6.2%，甲其他欧洲国家比较是上低水平，也毋过却是对1985年以来上悬的。为了凸显高通货膨胀、高物价，互领上低基本薪水的劳工带来真大的生活压力。总工会选伫即日开7亿5000万欧元重新修理，组织600个品牌，并附对比上大百货公司来表达因的诉求。Donc aujourd'hui, on a rappelé que les salariés au SMIC qui souffrent, ils veulent des réelles augmentations de salaire. C'est pas des 3% comme on a l'an dernier, alors que l'inflation elle a presque doublé des 3%, ou des 0,2 en individuel que les 3/4 n'ont pas touché. Qu'on veut, nous, c'est une réelle augmentation de salaire pour tous les salariés de ce magasin pour qu'ils puissent vivre correctement de leurs fruits, de leur travail. 受罢工的影响，沙马利丹损失耶诞消息大家一天的营业额，也过法国国家铁路员工23到26，也过39万年一个彻底的2阶段罢工，冲击的是全国性的交通运输。为了23个高铁每3班内底就1班来停开，拜六耶诞节4成的高铁拢会被取消。高铁公司表示，到时阵国内外铁路甲地铁拢会受到影响。80万回乡过节的旅客，也有20万人原本订好的票，因为罢工而被取消。这项的变化，互真侪必须临时改票旅客是非常的生气。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清零政策放弃了后，确诊人数一直升悬，医疗体系是强要崩盘。在上海，就一位医生承认讲，目前病院内面是欠药啊，骹手也无够。就算医护人员感染嘛，只要是轻症，就要继续照顾病人。外国专家也批评中国政府，把进前这个目标拢放伫咧防疫的这个核酸检测，说是无来推公主一条，政策错误是民众受苦。中国放松清零政策2礼拜外以来，医疗院所发烧甲确诊人数是大大增加。前线医疗人员24小时轮班，非常无用。上海一间公立病院30岁女医生讲，因为病人伤多，药品欠缺，常常爆发医病的纠纷，让因非常为难。因为大家都想配那些药，但是没有这些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在这里面。其实既耽误医生的工作流程的进行，又耽误病人的诊治。医生诺拉讲，若药品不足，医疗能力也是真无够，特别是急诊室甲感染科的负担上大。为着医生被要求轻松脉络黑线，就是讲爱继续工作。医院的要求就是，
如果你是阳性，但是你能坚持或者你症状很轻的话，你还是应该就是继续在岗工作的。医疗人员有怨言讲政府无做好配套做法，雄雄全面来放松，才互基层出现这乱象。国际间又未少专家批评，中国过去3年来将医疗资源集中放伫核酸检测，或是为老人来注射疫苗，虽然雄雄放弃清零政策，互规个社会未符应用。Then China resist having mRNA, and China did not spend a lot of effort on vaccination of older people. Instead, they spend too much effort on PCR. So a lot of observers already point out the cost of PCR almost equal to the cost of vaccination. Why not vaccine older people first? But you can see that China did not do that. 随着患着人愈来愈多，安怎照顾伫厝隔离的亲近的病人，避免家己也患着，真做真侪中国百姓共同的焦虑。中国一个网络红人伫先期确诊了后，以个人的经验来提供民众伫厝防疫的手机卡。对，我会戴上 N95的口罩，然后我会戴上手套，我会把这2个手套都戴上。戴上手套之后，我会拿这个是居家必备，这个酒精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瓶了。像这款的影片，在中国得到广大回响，凸显当地民众在欠缺医疗资源保护之下，安怎自我保护现况。广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受到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封锁要到3年。今年耶诞节，真侪国家拢无任何这防疫规定咯。不过，也有专家提醒讲，这有具变种病毒含流感病毒带院的人也佫真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另外，也讲到这新冠病毒的病码，并就要特别细致。一区一区的尸体送到北京的殡仪馆，死者家属干那会当伫外口等待。中国放零清零政策了后，疫情明显有升悬，就算讲中国政府因好人讲染疫死亡的人数加真济，不过学者认为讲放零的速度伤过头紧，佮加上得要来的春运，拢有可能互中国伫2023年的疫情变甲真恶劣控制。They now have a major surge, then they may clamp down again. But we are all not expecting this because the vaccine coverage rate is not that bad, and it is increasing. 即摆上重要的，就是来提升高风险族群，亲像侪伙人新冠病毒的注射率。不而个全球的真侪国家，伫经历过3年新冠疫情了后，今年头一摆伫无防疫措施之下，欢庆耶诞甲这个下年假期。来看2023年，专家提醒讲，毋若染疫了后好的这个长新冠，研究数据显示讲，若是治着长新冠了后，这款生死后并发症的风险会对咧压悬。Even increased risk for cognitive decline, increased risk for Alzheimer, increased risk for stroke, cardiovascular, so heart. But even some data show increased risk of diabetes and other issues. 另外，对阿尔法、德尔塔到即卖 Omicron 的变异株，显示讲未来新冠病毒以无共的变种病毒煞咧存在。过来，冬天就是这款流感的季节，伫北半球住院的人数会对咧冲悬。Not just with COVID, but with influenza as well, which are also quite high for this time of year. Similar applies in North America. Again, hospitalizations against COVID-19 in the US are increasing, and it will be quite a difficult winter there combined with flu. We do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for example,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a lot of the population has not yet received even one dose of a COVID-19 vaccine. 专家认为讲，就算新冠病毒已经对大流行演变做地方流行，不过绝对无代表讲这个警报会当解除。新冠病毒会一直活伫咱的生活当中。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来研发后一代的疫苗，希望会当伫未来1-2年内，通透过注疫苗来得到免疫。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特别满10个月咯，美国白宫日前指控北韩提供予罗西亚瓦格纳佣兵军团军事装备，不过瓦格纳军团甲北韩是拢唔承认。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到美国访问，美国也答应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了后，伫前线的乌克兰军人也向美国表示感谢，而且有真侪人开始学英语，希望讲赶紧学会晓，就会当来操作美国制造的军事武器啊！
俄乌战争伫要满10个月，俄军伫乌克兰国内各地前线甲俄军激烈相战。伫弹药的援助，之前有日本媒体东京新闻报道，北韩用火车送相关的军备入去俄罗斯。美国白宫第2日嘛证明这个事实。Today, we can confirm that North Korea has completed an initial arms delivery to Wagner, which paid for that equipment. Last month, North Korea delivered infantry rockets and missiles into Russia for use by Wagner. 美国讲暂时的交易数量未改变乌克兰的战局，也毋过有关反导北韩会继续提供更较侪武器甲装备。对此，北韩透过官方媒体调查时讲，美国的指控是无根据的。伫瓦格纳军团的负责人嘛第2日发表声明来否认。另外，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美国甲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了后，拜登承诺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御飞弹这的军事援助。对此，伫前线乌克兰士兵嘛向美国说道谢。За допомогу дякую. Чим більше допомоги, тим нам край легше буде перемогти. І те, що світ нам допомагає, ми це відчуваємо. І ця допомога надихає в боротьбі. 因为欧美国家继续提供的军事装备，真侪拢是用英文写的，为着会当赶紧知影军事武器的功能。乌克兰的军官人员嘛开始学英文，佮互教英文的老师带伫个军营内底，用熟成的方式，教军赶紧了解这美国制造武器面顶的相关军事用语。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今发布第4批小内阁人数有10几，另外一位副市长确定是由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来担任。竞选团队幕后换卖是政治大学教授吴金华来担任研考会主委。蒋万安表示，这1个月以来呢，林奕华担任交接小组召集人，对所有重大建设的方向细节拢真清楚，伊是一个真好的副市长人选。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发布第4批10位小内阁人数，国民党立委林奕华被出任副市长，体育局长是向宜兰县副局长由王宏上接任。竞选期间幕后操盘手政大教授吴金华出任研考会主委。外界关注林奕华2月才就任，立委任期剩无到1年，根据选罢法将唔免补选，敢是调岗规避。整个会期还进行中，也就有说几个重要的服务案件哦，所以我跟万安的部分是说2月才进市政府。林奕华强调，伊的大安区服务处未关门，将转做立委詹兵总服务处，团队成员也会继续为大安区民众服务。那蒋万安也表示，就任了后要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积极行打基层局处。上任之后，我会积极的走访我们基层相关局处，来了解他们的需求有哪些意见，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另外，还未公布的4大公司甲8节等相关人选，蒋万安表示，就任了后会积极了解，征求各方意见，依照相关法定程序，选出上优秀的人才。都批回来了。特别伫12月25下任的台北市长郭文德，透早也无行政理办公室收物品，下任了后会先登记原先任职的台大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这台北市立委补选到底敢要办辩论？民进党候选人吴怡农是拒绝加国民党候选人王宏伟辩论，所以去互批评讲是唔敢来辩论。吴怡农今日表示，唔是伊讲唔敢，是认为讲这王宏伟拢只有政治嘴软加把握。王宏伟是呼吁吴怡农唔通甲辩论看作是政治嘴软，应该爱加强对民主选举的常识。甲热情的选民同齐翕相，民进党北市立委补选候选人吴怡农第三，伫连夜市议员等人的陪同，继续市场拜票策略。因为吴怡农拒绝甲国民党的候选人王宏伟辩论，方批评是唔敢战。面对媒体追问，吴怡农继续否认唔敢战的讲法，强调无信任王宏伟，袂当无喷嘴软抹黑。面对国家安全的危险，我们提出兵役改革的主张，这怎么是怯战呢？但机场的问题，连我们松山议员王宏威都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面对面的来提出具体的主张跟
证件。王宏伟第三是举行松山竞选服务处的成立大会，面对吴怡农的讲法，伊反击家己无把握，呼吁吴怡农唔通污名化辩论，要加强民主基本的选举常识。很多的候选人都愿意透过辩论来赢得选民的一个认可。所以我觉得，如果吴怡农先生把辩论等同于喷口水的话，那他真的对于整个民主选举的基本常识，他可能还需要再加强。第二日，北市发生一件小货车甲机车相压的车祸，吴怡农走行程的时阵拄好路过，也阁停落来查看受伤的人的伤势。吴怡农强调，大家看到路上需要协助，拢会去斗相共。对此，王宏伟回应。吴怡农确实有照顾受伤的人，只希望一切平安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欧洲禽流感的疫情正在传，咱台湾也出现一寡病例。彰化县伫一礼拜内有5间畜牧场，拢传出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已经灭掉31000只的鸡鸭。风险局和地方政府是呼吁这畜牧场，就要提高警觉，唔通让疫情传出去。防疫人员来到饲鸡场展开扑杀，而且将病鸡采验送检。彰化县动物防疫所16号开始陆续接到通报，有家禽无正常死亡的情形，包括3位的土鸡场、1间鸭场甲1间鹅场，范围是包括德长乡、埔心乡甲梨林镇。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22号完成全面的扑杀甲消毒工作。彰化县动物防疫所这2天总共扑杀了5场高病原禽流感，那总共土鸡有3场，合计扑杀28911只，肉鸭839只，肉鹅2015只。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今年禽流感总共有39场，其中以彰化14场、云林13场较侪。防检局强调，今年全球禽流感以 H5N1 亚型为大宗，统计10月到12月21号为止，总共有3750场禽流感通报，其中95.8%拢是属于 H5N1，国内爱提高警觉。现在西伯利亚比较冷的，那它可能没有食物，它就会往南飞嘛。国际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透过后野鸟跨境的传播所造成的。H5N1 是现在国际主要流行的一个亚型。彰化县动防所建议饲主，禽场应该做好保温加通风，禽舍消毒的频率会使提高到每礼拜至少2届。家禽若是饮食无正常、产蛋率下降的情形，拢应该马上通报，违者会使开罚15万块。防检局是表示，会加强全国湿地甲禽流感热区的监测强度，紧实来面对这波疫情。记者彰化报道。台湾捌因为羊猪的疫情呢，致使羊仔囝的死亡率到58%。不过农委会表示，全部注过羊猪疫苗了后，到达超过10年，拢无通报案例。伫今仔日就宣布把羊猪灭掉，对明年元旦开始，全国会当编注羊猪疫苗。按算明年10月，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自我声明，台湾已经毋是羊猪的疫区啊。显开空仔罐内底是本土羊肉制作出来羊肉炉美食。天气冷，羊肉炉更加受欢迎，因为伫台湾民国97年到99年爆发成羊痘疫情，造成羊仔囝死亡率达到58成，酸长本土饲油业。也毋过自民国99年开始全面注羊痘疫苗了后，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饲养环境来讲的话呢，那如果说这一个病毒已经没有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存在的话呢，那事实上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再施打这个疫苗。农委会表示，虽然伫民国18年到1801年有蓝山案例出现，也毋过到今已经超过10年，无羊痘通报案例。23宣布普遍羊痘，而且为明年元旦开始，全国会停止羊痘疫苗。第二阶段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我们就是全面禁止，就是施打疫苗，就是所谓的拔针。那拔针之后呢，我们还会做一连串的监控半年。羊肚要培针产业听到这个消息嘛，真欢喜啊！因为伫个5、6年前因就希望讲会当来培针。饲养业会也趁这个宣布的好时机，呼吁民众支持本土饲养产业。农业会强调，停止注羊痘疫苗会当减少饲养场的人力，加买疫苗费用，减少饲养成本。那一切顺利，明年10月下旬也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自我声明是羊痘废疫国。
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1月立法院初审通过食物医师法草案，不过就医生团体表示讲，医师这个事是袂当乌白乱用的，所以就立委今日召开公听会，邀请医师代表甲行政部门出席，希望找到共识。治疗病人的是医师，治疗动物的是兽医师，那治疗食物的人类。立法院今年11月通过食物医师法草案的初审，不过几个医师团体是跳出来讲，医师这个名词袂使乌白使用，建议用食物诊疗师，也是食物治疗师。农委会也说，这个植物医师的名称，它的治疗标的是植物，重点不是在医师，那所以植物呢是名称，治疗植物，那有人会不会把它误解，或者甚至曲解？植物变成动词，以植物治病的意思。医师团体表示，民众若安尼误会，会去影响到健康。不过，民众敢真正会误会？有人说跟你说他是植物医师的话，你觉得他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就是比方说帮植物或者是树检查，看哪里有问题之类的吧。就是治疗树的可能是有关于一些植物上面细菌的问题吧。不过，医师团体表示，医师法有明定医师的资格甲责任，若是叫食物医师会有违法的问题。农委会防检局对此回应，食物医师法草案第6条明定，食物医师的简称是食医师，甲医师无同。而且为2019年推测食物医师以来，拢无听讲有人补唔对。人医没有办法做，兽医也没有办法做的，叫做植物健康。植物医疗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因为它有水、有环境、有土壤，还有植物本身的多样性。农委会表示，会继续甲医师工会沟通，希望医界会当认同甲支持。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到南投溪田乡，有一群少年人，因甲剧场搬登去因的故乡，伫路边市场甚至是庙埕，拢是因的舞台，甲溪田乡变甲真有艺文的气氛。明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帮要带乡亲来看因戏剧安怎伫遐演职。已经进入第5年的溪田戏剧节，今年的主题是社神。来参加的剧团照这个概念展现创意。用当代剧场的形式，呈现传统拜拜的方式，安定受到疫情影响的民众，把翠暗下底笑容搁吹回来。这场活动关键的人物是吴明如，伊是戏剧工作者，对故乡有真深的感情。我想要演一出戏，给阿公看，但是这个阿公其实嘛不只是我阿公，阁有讲咱溪地在地所有的阿公阿嬷、乡亲识大，主要是。想要让大家伫溪地这个所在，会当就简单的当看到剧场的演出。那我们现在要吊上去之前，我们要再把它还原一下，把那个棱线抓出来。活动内底除了戏剧的表演，也阁邀请二律杯翻协作体、二律杯反协作体，伫咧大花堂的大殿，展示合作美的装置作品，呈现4颗里有山包围的溪地乡甲土地的关系。这概念是阮人吼伫。这个世界咧活动的时阵，其实阮摕足侪土地物件，所以这个作品是阮感觉若是使用一个较环保的材质去做一个作品，来讲阮人和土地的关系。真侪人去过二月潭，煞唔知影二月潭就伫咧溪地乡，所以团队也阁安排讲座、甲导览工作坊，希望民众会当真正加入这个所在，整合艺文形态来深化交流，嘛扩大艺术的影响力。阮住伫埔里，住伫溪地啊，是拄好伫迄当阵921是伫正央的，家的景色对阮来讲是足习惯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阮做的是艺术，阮唔是关伫剧场内底。3天的活动虽然无长。不过，甲剧场传统的故乡的信念，当伫咧豆豆生炭，嘛因为有这阵少年人投入，互回乡创生，若是口号，只要无放弃，承载梦想的戏剧节，无定有机会会当伫咧各地来举办。记者罗敏祖、梁新伟南投溪地报道。伫南投德山有一位工艺家叫苏基岳，伊本地是竹仔材料的供应商，后来开始用竹仔做一寡装置艺术。进前世界地业博览会，以后做一个用竹仔编的大地鼓展览。即阵伊也开始做明年兔年德山灯会会展，咱做伙来看卖。甲几若条竹篾仔编做一个圆，用轮口加乱编的技术编做花，就做好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品。
这是德工艺家苏基岳为德山德艺灯会做的作品。一只高枝的土啊，耳啊介大片，看起来就真有福气。今年是尝试一下而已啦，一般我是都做材料比较多这样，技法其实乱变法没有什么技术啦，也很简单，只要是它的密度有过这样就好了，变化一下是不一样的造型这样而已。我们平常就有配合，我就鼓励书法老板说，我们可以跟美学家在一起，就是过年那种淘气的感觉。现在就是轮口加乱编。去呈现整个形体的概念，这样。苏基岳平常时也是德材供应商，为着要有多元的发展，才开始接触德工艺，也渐渐做出家己的风格。一届有朋友搭介绍，会当来变德山灯会会长。苏基岳想要透过作品，让游客了解德家文化史。其实他们都很默默在后面做我们就是工料的厂商我觉得说，他也可以间接就是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有慢慢的转换。好，有一些这些装置艺术的件，他们有在做增加好主义式的曝光量，这样。德山的德工艺文化真出名，通人知。店内工艺家嘛拢拍拼传承技术，搁来咧创新。公所这回就邀请工艺家做伙参加德艺灯会，就是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看到因的才情。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服装的保存，搁一个制作呢，拢是真高工。屏东三地门乡公所最近就专工开课，教族人安怎照温度、湿度来保存组团的服装，甲一寡文物，避免经过祖产生菇失传。族人用七彩玻璃珠水洗线材，编织做无共花草的原住民服装。编的过程是动千工，不过煞无正确方法，通甲这寡作品保存落来。屏东的三地门乡特别办课程，针对古早文物的定义甲规划方式来教，互乡亲更较明白文物为何的概念。就是琉璃珠啦，我们的那些陶壶，甚至是我们的那些衣服，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我改屋它本身就是很会做原住民传统服饰，那因为正逢他前阵子刚刚离开，所以我们在想说家里面要帮他把他的东西留下来的东西好好的保存。保存文物除了温度湿度爱讲究，也得顶真风通害，尤其是原住民拢会把手工服装当作传家宝。天出来花草上顶部落嘅祝福甲传承嘅意义，毋过厝内底所无透动嘅空间通保存，老师就建议爱定定摕出来检查，较免文物落石个死过。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在地部落族人能够加强他们对于文物的一些基础认识，还有了解，那进而能够来培育我们在地部落的人才，对于这种居家文物的一些维护管理。这摆的课程唔若去饮食大来参加，嘛成真侪少年人来学文物保存的方式。三地门乡公所表示，未来会继续办相关课程，希望会当加强族人维护文物的概念，也通培育在地人才。记者综合报道。西班牙昨开出耶诞节上界大的奖项，也就是大颗彩券。今年彩金有25亿2000万欧元，大概是代表821亿。不过，这个彩券奖项呢，不是一个人摕到全部奖金，这头奖固定是40万欧元，是由一位失业的妇女得奖的。伊讲，这囡仔要读大学，即马是唔免烦恼钱的问题啊。感谢在神的照顾，这阵幸运儿也向宾欢喜喝彩。入至西班牙各地出现真侪跟同款快乐的人，尤其最近西班牙甲其他欧洲国家同款面临通膨危机，什么拢起都是薪水无起。这时阵佫需要天顶留落来好礼物。已经发行210年，大胖子乐透上大提示就是尽量人人有奖，快乐斗阵分享。头奖金额固定是40万欧元，相当新台票1300万，扣完税了后，要差不多1060万的新台票。今年总彩金15.2亿欧元，相当新台票821亿，比去年14.1亿欧元关出一丝啊。这摆也依照传统，伫马德里皇家剧院透过开奖节目，伫亚
政策进前开出，今年后面是0549控。每年开奖进前几个月，到亲戚好朋友开始集资，每注20欧元，合新台票差不多650块。另外也开出小额彩号，彩金上少100欧元，相当新台票3260块。根据统计，西班牙人平均开66到69欧元买彩券，差不多是2200块左右。大胖子乐透上早伫1812年发行。迄时阵，西班牙伫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法国占领，用彩券募集战争的基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欧洲的疫情解封了后，最近是除夕季节，不过因为能源起价，业者拢怨叹讲这电钱起一倍，所以去除夕度假的费用差不多会爱起2-3成。伫奥地利中部的基斯比厄尔是当地正高级的除夕度假区。自入冬了后，几落百台连坐飞机一直在喷，看到这么计小卡数，赶紧将规片三部地拢喷一下到会死。因为几落份计小卡数的旧的能源合约，今年底就要到期，所以来拍新的合约，计小至少起一倍。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wir mindestens doppelt so hohe Stromkosten heuer haben. Und das ist natürlich etwas, was wir weitergeben müssen an den Kunden. Das bringt uns, das sind Millionenbeträge für uns. 当地10个通膨已经到2位数11%，业者因为电钱一日起，所以营业时间就缩短。南车每工减驶2点钟，尽量省。当然，门票甲园区内面的消费也会起价，人客也会变少。想要维持当天除夕度假传统的民众，有人是经较俗的所在，有人是打除夕帮，家己行去哩山顶无坐缆车，食嘛食较简单的，会当省的所在尽量省。一个当时啊拍24个角。Einmal Schnitzel die Woche und nicht zweimal. Jetzt ist ungefähr 20-30% alles teurer geworden. Noch einmal 20-30%, dann können wir uns das nicht mehr leisten. Dann müssen wir unser Hobby leider aufgeben. 奥地利因为有阿尔卑斯悬山地形，除夕是正重要的观光资产。在疫情发生之前，观光业每年赚的300亿欧元内面，有16亿来自当天的旅游。在这么这项天然资源拄到地球暖化压力，年平均折射时间比60年前减40天，而且一个继续在恶化。连造势如果因为能源继续一日起负担愈来愈重。经济学家讲，若是阿尔卑斯山当天的旅游继续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经济的损失将会到200亿欧元。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7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6度到19度，嘉义到屏东对6度到2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8度到1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